妈，我身边这位就是我失散了30多年的亲生母亲。屏幕前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萱萱。感谢一路以来陪伴萱萱找到亲生母亲的每一位姐姐阿姨们。我曾经怨了我妈30多年，我想过无数次我跟我妈分开的理由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走丢的。30多年了，我更没有想到我的亲生母亲为了找到我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受了那么多的罪。但是今天我终于找到了她。我想跟我妈妈说，妈，这么多年您辛苦了，萱萱回来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孝敬您。我也祝愿全天下所有走失的孩子，终有一日能找到你们的家。妈，起来吧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，今天高兴，咱们不哭了，好不好？